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要淹死了！我会游泳啊！救命啊！姐姐救救我！姐姐救救我！救救我呀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打我！深更半夜的，你来我这儿干嘛？哎，干什么你？把话说清楚啊！你要干嘛？今日我来是想告诉你，那日江氏的事情我已查明。那日江氏更衣时，是江氏支走了所有的丫鬟，所以衣服是不是提前有人做过手脚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你现在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了？此事过后不久，我便猜到其中可能有蹊跷，只怪我一时太过鲁莽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比窦娥还冤？所有人都以为是我干的。此事是委屈你了，不过我希望到此为止。你有一颗想保护小三儿的心，我理解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江氏虽然外表温柔娴静，实则心思阴鸷细腻。你既然知道江氏的为人啊，无非就是个绿茶婊嘛。你说你喜欢他什么呀？绿茶？绿茶就是指那些清新脱俗、长发飘飘，在人前装的纯天然、无公害、岁月静好的样子，实际上呢，却是多愁善感、多病多灾、善于心计的女人。我自幼便与她亲近些，她性情温婉体贴，与我十分相投。唉，想当年，围在哥身边的绿茶婊也是数不胜数嘛。也难怪了，我在那样的女人身上也跌倒过无数回了。又开始胡言乱语了。你好生休息，伤好之前不要乱跑。您慢走。这副皮囊给我算是白瞎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要淹死了！我会游泳啊！救命啊！姐姐救救我！姐姐救救我！救救我呀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打我干嘛呀？还让不让人好好洗个澡了？我先走了。走什么呀？找我什么事儿？行了，把脸转过来，哥不怕你看。九哥让我给你的，说是齐胜的药不管用，这药用了马上能出淤青。你怎么知道齐胜给我上药的？睁开眼睛跟我说话。我要说什么我都给忘了。我问你，你们是怎么知道齐胜给我上药的？昨天晚上齐胜到你宫中，不久之后，传来你的一声尖叫，我在房顶上都听到了。你也没必要藏着掖着，家暴可以忍一时，但不可以忍一世啊！谁说我被家暴了？谁说我被家暴了啊？这是三天不打你，这是上房揭瓦呀你！啊？那叫声不多不少，不深不浅，恰好就是那种明明极其痛苦，却忍住不敢叫出声，最后忍无可忍才叫出来那种声音。你说，不是因为你陷害姜氏，被太子责罚了，还能是什么呀？哼，我只想说你脑洞太大了吧你！昨天齐胜来给我上药的时候，我没忍住疼，啊了一声。难道是我这顺风耳
不理你了？我一直以为齐胜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小白的一个，没想到啊，你才是白痴中的战斗机呀！今日来还有一事，上次你被僵尸诬陷，太子又当众给了你一耳刮子，九哥怕你伤心，想请你吃顿饭。哎，你去不去啊？哎，不去了。你跟九王说那事儿，我压根没放在心上，饭就不吃了。别呀，九哥要给你个惊喜呢，你不去，他岂不是白忙活一场了？惊喜？什么惊喜啊？特浪漫，带你看海。慢着，差点把惊喜给说出来了。哎，你已经说出来了。九王有你这样猪一样的队友，也真是醉了。那你到底去不去啊？我一个大男人跟2个男人去看海，逗我玩呢？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太医说了，我要好好休息。切，你不去，我一人去正好。哎，我，唉，又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。这是饭店没错，我回到2015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得回家，我得回家呀！杨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这是哪儿啊？九王约你见面的地方啊。姐姐，你不会吃错药了吧？原本杨言告诉我你是不会来的，怎么突然改变心意了？我是想不来呢，你问他呀。给我不来的选项了吗？我给的选择明明是1，你自己来；2，我背你来。你既然否定了1，我就默认选择2喽。